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苗栗县喺前日地标出财富危机，连公务员嘅押俸路翻唔出来。清查为南发现财政缺口有648亿元安多，桃园面对苗栗县民霸债差唔多有7万人元咯。只唔简单，中央建议控管成立嘅融资平台，半夜地有认证县政府缺钱，同本地应该200本乡镇市嘅补助款扣率呢。县同乡镇两级地方政府嘅关系变哪个紧张？喺唔记嘅，南北从长路树立事业到可能都无钱去做喎。其实对苗栗县更加嘅财政规模还个债务来看，南北4到8年可能抢拉发薪水，其他嘅想要做也无财条好做嘅。喺台湾嘅地方自治历史上，竟然会发生财政不派到安尼嘅情形，到底係用嚟措施嘅呢？苗栗人自家要用嚟看下嘅事情，要按用嚟嚟基建呢？来看眼你嘅報道。土地法院舉行嘅地方財政協調會，苗栗縣18鄉鎮首長主席嘅13呢，苗栗縣規劃財政設為648億安多，其中向9大行區只係354億，向縣內各鄉鎮農會只44億。人講縣政府設境區嘅23隻營業同非營業基金，了提了142億，工廠款設102億，和設為18鄉鎮6億人元。苗栗縣政府為了統一調度資金，還將中央8本鄉鎮的補助款扣起來，每到鄉鎮公所都綁票。我本來就不認為說，今天你縣政府把錢拿來挪用，影響到鄉鎮公所運作，本來就是不對的。如何幫我們縣政府、幫鄉鎮公所來做解套？我想這個部分呢，真的要非常感謝兩位立委，真正的來幫我們解決問題，而不是透過你們媒體再把家醜來外揚。前縣長話講到有得從，喺因為頭前一日，立委吳怡正要針對18鄉鎮補助款議題，邀請兩大地方首長、台灣鎮長同苗栗市長上台北辦記者會，俾到對中央到縣政府都要正面回應。因為也下公所都講，你錢放到縣區佢自家都冇錢發薪水，冇錢主轉，你現金本佢都拿去主轉摕咧，佢哪有錢過來還啦？啊，尤其有個鄉鎮公所吼，很衝動誒，佢排勢去講啊，排勢講佢自家縣長講，喊佢催錢啊。8月初4也個主計是主任嘛，係咩收集所有18鄉鎮這那個主計主任去講，4年內唔會還捱的，家都有命嘅，跟捱的都唔是吃飯的呀。況且除咗1669萬係客家免費，本來也得會錢以外咧，另外係差唔多有5700萬嘅縣政府係哋哋推盤嘅工廠。太魯長陸定要錯T10行考嘅書，亦都對第3屆地方政府鄉鎮市公所投入，縣政府受鄉鎮嘅6億人元，苗栗市同台灣鎮就卡特減嘅喎一半，搶苗栗市今年頭中央補助下來，要用到幫糧嘅預算，1000個2萬元，本縣政府拿去用，下到後邊困，唔敢沙定盤高天年嘅重大節慶。佢捱遇到嘅譬如講捱主宰提嘅財務調度都有問題，天嘅。我支出像一個垃圾嘅處理，一個月都120萬，個我嘅薪水，個也到日常嘅支出，我一個月最起碼1500萬以上嘅支出。有6個鄉鎮已經有部分工程透過這個平台機制來申請台銀的融資，它可以很快的取得工程款。苗栗縣表出財政危機過後，中央對企業嘅落來控管，同台灣銀行打合成立融資平台，運作嘅減2週年，強調未來所有各鄉鎮都就被公告項上面，工廠款製造的直接落到融資平台嘅基建問題，不過各鄉鎮還係受騙嘅，尤其本縣政府受青島投分，鎮長齊天正清欠嘅係，佢兩任當無簡單，生死生命爭有得點錢，一下本縣政府做清扣轉去啊！一家做一家要開起來啦，倒不是說肯不肯的問題，因為你不肯也不行，這沒有道理嘛，這個實在是沒有道理的。我剛接鎮長的時候，我的財長跟我報告，歷年結餘7000萬留給我，同樣留了6000萬的債給我。
我一任做满了，6000万的债我还完了，我的累计历年的结余1亿6000多万。头份苗栗县体态都市深夜希所改制，改名做头份市。对9年来做问题新闻牌一道，按算24百万元。实际上对整公所变作4公所，等级本穷样。头份1年预算规模大概5亿人元，一下因为目前还要本民间企业的应用路单，一旦应用者还包含国内有名的房地产投资客。安妮头份镇公所还帮他这个立牌，好，感谢帅过头先生。好，那在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笑话，非常光怪陆离。曾几何时，我们会想到说，安妮苗栗，好，我们会穷到说要让一个炒房客来这一边养我们的路灯，只因为我们没有钱。起码现在所有中央的补助款，那你要到位，直接到乡镇来，不能再到县。再到县的话，只能填那无底洞啊。那我们18乡镇真的都会陪葬下去。我总觉得中央如果再补助县的话，那大家就摆烂了。那反正我就是天天上下班领薪水，什么都不要做了，这样对吗？为一个人犯错，你可以同时惩罚18乡镇的乡镇长吗？共管的机制，第一顺位就是人事，然后才是我们一般的行政的这个支出。哦，这个部分呢是很清楚的概念。我想到目前为止9月份的这个薪水的部分，基本上财主给我的答复是应该没有问题。对中央控管机制稳定下来过后，亲手搭10年做得正常翻译级。只要地方制度法不规定，无论是省也出海市、县市也乡镇市，其实都是公法人，所以无看我登记的地方实施成绩，是系爱看行政方有上头同下级的管理关系么，也做系行政指挥权。一般来讲，各级政府自家编列，韩国负担自家人事费用。督导重要建设也发通，行政方一般做法是乡镇提拨计划到县政府，县再过提拨到中央，中央补助係透过县区再发到乡镇，也做所讲的送出一条款。后摆送出去做县长的时候，喺县政府的钱直接爬到乡镇工作，不说伊就后摆就有按一个所谓送出一条款，就基本嘢会抽省，那就中央补助款。我全部留到县政府，县政府拿用起来，我就好像也他无干无啥安尼去。但是喺符合行政那个常识的话，公营并无嘛个特别的意见，还要乐观其成哈。但是还是想讲，他把遇到乡镇市公所的个案呢，有乜个申请案，係经过县政府，再从县政府再个呈报上去中央补批，係唔係长期上去加案呢？下来加下都直接跳格嘅跳到乡镇市公所，也长期上係唔係符合，也唔符合。呢位徐志勇是做过公管乡长，佢支持中央直接拨钱俾乡镇。不过佢咩时因为按贴配嘅财务调度，杀打乱了县政府同乡镇之间嘅行政指挥同传统嘅行政伦理。重点係講有隻地方政府層級，簽什麼財條處理，應該用改善咯。比如講，縣政府應該跳過鄉鎮市，直接本處理錢係，既然錢唔來，錢源來路又上用，主動重要。根据地方税法通则，好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财政工具都是法律明定要给地方政府纾困用的，好，包括说国税的附加税，还有一些特别税，好，还有一些专项的一些课税，只要说地方上有需求的时候，都是可以去透过议会来地方来课征的。所以最近在讲说如何增加自有财源，那自有财源属于县的部分呢，大概就是地价税、房屋税。可是苗栗将近有80%是保育地，农业或山坡地保育地是不能开发的，所以这个部分县府是不是要公告解编？那这又跟环保团体的认知有关。苗栗县规则数年包含自有财源、一般的补助，还有统促分批税，一年加起来大概150亿元。不过，抢的人事费用一年做115亿，加钱要负担的例子6亿5千万元。那么还有包含重大数年付补助也得杀幅支出，减的15亿，扣提也132亿元，总共20亿，要做嘛该都唔得。那我们今年的预算听起来，编明年预算大概是180亿，是因为包括计划性的补助，所以现在预算是有点编不出来。那这次苗栗县未来面临一个最大的危机是，大概是
没有办法做任何未来可行性的东西。监察院当地的调查苗栗县烟库全目前的问题，地方方面望现因严重企业厂中央危机未必巡查，烟市的立委要同立法院想要推动财阀法修法来增加统筹分批税款。另外一方面，一般的公司同企业做得商场破产清算，再过起来给政府做得冇。也唔免苗栗县政府上有安尼困难，天天其他县政府要hand到安尼困难，不过立委院之间也有多个联署，或者修正也财政划分法，也一点，还有因为讲，也财政划分法较唔公当啦，然后把啲县市印来印拨，而家本来钱印来印多。那中共在申请行破产法的时间，伊都债权做得先维护本金的哦。啊，你是想要某天很做得先参慢轮法，当然也係一直法律的讨论啦。吼，那同时有台立法院有開個公堂費都講到底怎樣嘅分野，縣市政府哦，佢真正財政做得有一個新的一種重新的開始。苗栗財政委都按凄慘，外界一直質疑苗栗縣議會算係有監督冇。21年來，苗栗縣政府的預算從來冇少過半仙錢。最近還發現，苗栗縣政府10年來加列雙級補助款，至少有540億元。連因5個研究的議員，伊要同認為，佢哋太相信前縣長劉正鳳誒，有到大型建設同發通投資補助裡面動大。当时我们问起来，好像也没有增加，除非主机骗我们。那我们觉得，那刘县长在中央果然有人脉，所以当时就很放心的让他大量建设。可是当要举债的时候呢，他一直告诉我说，我们的负债都没有增加。可是当审计社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负债增加的时候呢，可是我们得到答案是，我们土地卖掉以后呢，我们平衡下来会。他卸任的时候，一定可以达到说我们举债在240亿。举例而言，我们台湾灯会一年，这个我们在办理的时候花了5亿多，还有我们的国庆烟火，甚至是有一些非必要的这个蚊子馆的这个建设，都要动辄上亿的这个预算下去编列，但是我们花了钱之后，却见不到任何的效益。为了前元来路，苗栗县客家院了，也在其他场馆开始数钱，准备 OT 出去。头摆50天的时间，也特别设喺大陆观光客请好来其中一个位所，也喺平常时空落落的，也其他场馆还有高铁天天期开发案，都喺6000严重的增值，像去年张办公的闽南书院，就死退了8200元。刘县长前任做的还不错，5星级县长嘛，大家就给他鼓掌了哈。可是真正出问题是后面这1-2年，包括县府主管单位都这样。其实当时县府主管单位包括议会有人建议他不要这样做，可是刘县长没有听进来，他就没有替后来的人留下任何余地，这是今天苗栗会出这么大的问题的重要原因。我始终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财政纪律竟然可以如此败坏那我总觉得。难道我们没有财政处吗？县没有财政处吗？有嘛，县也有主计处嘛，对不对？监察院也有派出苗栗的审计室嘛，怎么可以容许这样子不断的举债？苗栗县喺台灣西部唯一冇揾過政黨執政嘅縣市，長期喺流亡兩派來主導。蔡天民意台灣認為苗栗見比我安樣有夾嘅政治文化背景，我也真嘅面陣啊！搶打天花炮用嘅，受傷咗高鐵嘅時陣，造成安樣嘅結果，我係大家上海嘅。對苗栗人來講，規則環境，佢都認為安定，佢都認為要照顧，都全部都認為也係屬於國民黨。尤其軍工教育多，客家區苗栗其實軍工教育多。那軍工教按多，佢當然每一個長途都會對伊啊震動都較保守。所以對啊，萬一改變也都會較保守。那加上過去長期派內政治，如果假設大家冇愛發錢，誰當選唔低呢？所以這不是苗栗人對國民黨特別厚愛，而是我在這邊呼籲苗栗鄉親啊，選舉500、1000真的這麼重要嗎？
台湾体育咧标出财政危机政府单位做苗栗，刚请4000人来负责下，该要负责监督机关无做好监督，做得讲咩用奖，又会变到希腊里嘅，主持连国家都有可能忘讲忘台。既然他家冇做到白件啦，讲到建设，算来系正经嘅幸福支票，也系本梦样嘅，想嘅无分也无价。